聖經士師記15章18節，參孫甚覺口渴，就求告耶和華說：你既藉僕人的手施行這麼大的拯救，豈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禮的人手中呢？嗱，呢度係講到其中一件參孫拯救以色列人嘅事，佢攞起一塊嘅骨頭殺咗1000人，當然用咗咁大氣力。完咗之後，佢覺得口渴，佢就求告神。你難道要我喺度渴死嗎？求主幫助我哋，真係俾我哋見到，我哋喺任何情況之下，我哋真係可以求告我哋嘅神。當參孫咁嚟求告神嘅時候，神就賜水俾佢。求主幫助我哋，曉得仰望神。我哋嘅依靠，我哋嘅幫助，真正嘅幫助係從創造天地嘅耶和華而來，教導我哋曉得緊緊嘅跟從我哋嘅主，依靠我哋嘅主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